基福卡吼是讲四言腔的客家话，祖先是均品言过来的，也就会了系交林安样啊。不过伊出来就会讲海陆腔的客家话，因为佢系新本人的腔调。啊，太毛埔改编有一只三眼姜的庙，记录讲佢大嘅土地本来是拼铺出的，就是竹签沙音开发的，长爱就是竹签沙的后台。新埔就讲是千祥音来开发。哦，我特别係講，因竹簽沙有七隻祥，金pan寮、梅山內、嘅五頭六嘅數百就提到佢大太馬埔。啊，佢以前80口就在賣到，西毛埔30口，然後泛音原住民賣到啦。佢明顯講嘅唔係個高山的山地，就會按了竹簽沙熟泛啦。故說五頭六多少地按竹簽沙，又安用嘅原住民。三眼姜係拜天地水嘅廟唔係去個三山國方嘅卡有上大嘅嗰種。庙啦，就會講鼓勵到行人佬，我哋種拼鋪做貨品上強下啦。不過五頭六就冇講到也費事咧。呢個作品還有提到係移民廟，也就非常的重要。小說冇提竹簽沙，但是佢創後祖國會寫到我哋種上千的啦，個祖國全部講動壞啦。咁咪外遷咯、探遷咯，係咯，確實我新埔遷到上遷嘅鄉親咯，就係我嘅親戚，就係按竹簽沙七相公嘅後台哦。本來感覺當藥商啊，嘅風水就得去大咧後山及公里嘅地方啊，有一隻台幣通順哦，有礦電一隻細路送去。影響下來係冇影響哦，啲細路就本嘅也坐嚟翕電啦。啲風水面對係小厲害，對面有一隻閘門，有水有山有天地非常嘅正。啲風水當擺從香港人東到死啦，事情都特別有一隻忍辱負重，你幾隻台詞我感覺挺特別。佢落伍按到住德堂，了下做五頭六嘅紀念館，有啲五頭六嘅介紹，係了北部客家人文物嘅信息啦。重點就講佢前堂是拜祖先咯，冇拜乜嘅佛祖觀音嗰啲喎，了下是五家人來掃地奶啦嗰啲，以前有隻真熱心嘅五仔友。先生佢來討論技術，本來感到非常的歡迎，真照顧我。佢出得一天嘅講佢前堂還有掛燈，夢中滿榜是隻台詞啦，你表達講五家人以前是當用這個漢音當廣用，馬上係滿榜嘅，反正唔係漢音嘅地方全部係野蠻嘅啦，就像我哋客種嘅唔係漢音。你係漢語咋？客家人認同嘅咋？唔係當現代觀念啦，不過也係為到客家人喺以前本多數人看唔起啦，喺呢種環境之下，採取一種維護自己嘅驕傲尊嚴嘅方式。